好，好，好，文明人结构地重需求，了解结构地重啊，结构地重需求，因为买卖的确无，你的买卖的确无安尼卖的，卖的人爱读本条吼，卖的人照伊所的合盘的价讲，卖人照伊嘿，所会合盘的价讲。哦，等一下，卖的人照伊所的合盘的价讲，吼，好，照伊迄个，所以讲有即两个字，所加照伊所的合盘做做顺。所照伊所的合盘好，迄个所以讲所的合盘是啥物意思？合所的盘应该就合盘是讲对他算划算安尼。等一下我来记我毋捌听一下。过这个词啦吼，看嘿啊，是我嘛是合盘，嘿啊，合盘，来记一下，来查一下，合盘，代理店找无，来看觅。完全无。嘿啊，来，汉字我大约我知盘，影，我用汉字出嘿，过。好。代理店收的迄个加法是 HAH 吼，对，合盘啦吼。合盘，迄个数咧 SOU 数第二声，数就是所以迄个数好数会合盘会就是会什么代志会晓嘿会啊袂会合盘好，再讲即句话吼，等来即句话买合盘。卖的人照他划算的价钱的价来讲价。对，有代理店找到下盘，下盘下算啦，我捌听过。下算嘿下算会好嘛是听过，对，会好袂好安尼。算会好，下盘我是今日才学着。嘿是，好继续吼，等来者好，卖的人照伊所会合盘的价讲，买的人也照伊所看的值值，所看的值值，甲伊买，若是看袂合，伊翻身活转就行，大家真清楚，真无费气，真成功。好，了解。这段感觉咧？好，文明人结到注重时刻，因的买卖的确无安尼。买的人照伊所会合盘的价讲，买的人也照伊所看的值甲伊买。若是看袂合，伊翻身活转就行。大家真清楚，真无
真无费气，真成功。好，继续吼，后一段嘿，搁一项通证明咱对时间无关心的证据，就是咱毋若办事无照时阵，对人所约束，约束对啦，所约束的时刻，咱不知含慢手，不论要开什么会合，会合，都拢着过头真久，好，过头真久，才会通交到，了解，才会通交到，人拢来的意思好，是，会通交到，一个人拄一个人也是安尼，请人客的时是要搁较嗨嗨，照古惯讲古惯古关就是三哦，我你知吼，古话册的意思吼，毋是一句话册，习惯，嘿，是惯势的迄个惯，嘿，古惯，嘿，了解，即个我来记一个，古惯，就久的惯势安尼，嘿，好，以早的习惯，等一个哦，以早的习惯，好，照古惯讲，着三催五请，原来是安尼讲，三催五请，华语是我是，四请，嘿嘿嘿，对，三催五请，才是有啥物有够礼，有够礼数迄个意思吼，有是对，够礼好，总是即款的礼数是实在是文明人下中间所无的，对，好，亲像即款礼延前了，延前了，延前了时间是无各样将大家的性命看作水。扬扬扬起来，咱三化迄角，是。迄个养你知无？养水毋啊，知养养水舀水，哦，毋知即个我来记一个嘿，养，嘿，好，用口啊养哦，养即个动作就是嘿养迄个起来，嘿养，哦，系啊，头一摆一摆学着即个动词，养水，嘿，来记一个养水，养水起来，了解了解，我来记一个哦，养水。好，一个哦，样，大字典有解说就是较水嘛，是会使啦，较水看，是，好，另外一个动词就是迄个化迄角，破水水的，对，破水，再一个，即个字我嘛记一个，破水，化。好，所以讲即句话，看做水扬起来，蓝山，即个蓝山破迄角，咁咪变掉蓝山，所以山爱读分掉，蓝山破迄角，吼，蓝山破迄角，了解，蓝山破迄角，这是非常的大错误，好，了解，这段你今摆来读一遍。搁一项通证明咱对时间无关心的证据，就是咱毋若办事无照时阵，对人所约束的时刻，咱不知含慢手。不论要开什么会合，
就拢着过头真久，才会通照到。一个人拄一个人，也是安尼。请人客时，是犹搁较害。照旧惯讲，着三催五请，才是有够礼。总是即款的礼数，实在是文明人的中间所无的。亲像即款伫延前了时间，是无各样将大家的性命看作水，扬起来南山破迄角，这是非常的大错误。我想到一个代志吼，你讲，就是即段中间拄则出现迄个三催五请，吼啊！我本地想讲迄个就是亲像华语的三催四请迄款的，所以讲就是迄个数字五。本地我想讲嘛是迄个数字只能三四五，啊，毋过拄则你睇时阵，就是我就想着，啊，毋过但是迄个数字只能三四五，迄个五敢毋是第七条？也是啊，迄是腔口的问题吼，是五加五，毋是五是白话音。哦嘿，读册五。哦，原来是安尼，好，了解。嘿，哦，了解，所以讲迄个，亲像迄轮讲1895，嘿对。哦，了解，啊，若是变调1895年，是。哦，了解，好，等一下，好，五路在神。五路在神，了解，五，嘿，五色鸟，五色鸟。五色鸟，了解。拢用即个读册音。拢用文读册音，好，了解。我来记一个读册音。好，七剑五义吼，你知不听过？七剑五义有啊，哦，细汉的时阵常常咧看，什么包青天，还有七剑五义就是展昭，毋知迄歌电锹。忘记名字，锹，哦，电锹，对，读册音。等一下，歹势，我记得。好，了解，好，无问题啊。好，来继续。好，继续后一段。西洋人咧歹势，西洋人咧守时刻是若亲像咧过姓名，答人约安尼就是安尼，约几点几分啊？约几点几分到，就是照迄个时刻，你较无差半分啊，无差半分，迄个差爱变掉吼，无差半分。德国有一个大出名人叫做孔德，Count，伊限定对别人绝对时间，就是伊家己都拢是照时间咧叮当做代志。伊逐日都拢有一个，我是读照时间咧叮当做代志。所以讲时间爱读分调好，照时间咧叮当做代志。伊逐日都拢有一个定着的时间，就出去外面行耍是啥意思？行耍就是移动迁徙迄个耍，迁耍迄个耍。迁耍，了解。所以讲行耍就是活动的意思，是，嘿，行耍就是行耍也是散步。对，去外面行耍就是去外口行耍，吼。哦，了解，去外口行咧。了解。耍就是移动身体，就是耍。哦，好，我记一个行耍。所以讲，若是就是
若是出门爱做代志，譬如讲有甲人搭什么 dentist 嘿， dentist appointment，即是，款敢就敢算是行煞，就毋是毋算是行煞。出门有出门，啊，毋过是有我即马固定一个嘿，我即马用大字哦嘿典，嘿但是嘿，大字典去查，伊就讲叫做散步，散步。嘿，哦，所以讲散步才叫伊散做行步遮即煞，款情形遮，是，哦了解。嘿，若是出去踅街咧 shopping 迄款，嘛是会使啦，应该嘛算是吼，但是毋过也是无较符合迄个意思。无好啊，因为行煞是就敢若行嗯，煞尔，无其他。啊，你去嘿，踅无其街是，他活动。踅街是踅街啦，你讲嘿，我去是是，行煞，一行行诶，好，嗯，嗯，嘿，我感觉你若去散步，袂讲行煞啦。行煞哦，了解，好好好，我看这个代理店，这个嘿，理论版，嘿，这个汉字嘿嘿，煞哩，毋嘿嘿，是用我讲的煞，迄嘿啊，个煞。啊，毋嘿，过伊个汉字敢毋是算啥物物件？算，你这个知影知汉字哦，我意思？嘿，嘿啊，迄个汉字敢毋是是算啥物物件？迄拢在人的啦，无一定啦。哦，在人去斗迄个对啊，字吼，对啊，了解，在我看这个煞哩，应该是煞身躯嘿，迄个身躯去叮刷当去，叮当的意思。好，了解，我看这个汉字，敢有迄个意思？嗯，本字敢伊电这个煞。嗯，煞，这个真正有咧，哦有哦，甘安尼字电这个对呢，煞，就是意嘿，思嘛是你就是讲的迄个意思。行煞，嘿，就是哦，啊，无无，结果伊这个嗯，这个汉字嘿，个用，伊迄个，系啊系啊，用就是伊无用这个，较正用的伊迄个无用这个汉字，字，用这个汉字。系啊好啦，你就是讲意思就对了。系啊，对，嗯，好，好，我边行煞，嗯，好，继续好，因为伊拢有照时阵，所以人若看见伊对一所在经过，就知影迄阵是几点钟。嗯，在西洋是掠无休时间的所行做一项真大的歹行为。嗯，了解，这段你好，西洋人伫守时刻是若亲像伫过生命，甲人约安尼就是安尼，约几点几分到，就是照迄个时刻，的确无差半分。德国有一个大出名人叫做康德，伊毋限定对别人绝对时间，就是伊家己都拢是照时间伫叮当做代志。伊逐日都拢有一个定着的时刻，着出去外面行耍，因为伊拢有照时阵，所以人若看见伊对一所在经过，就知影迄阵是几点钟。在西洋，在西洋是掠无守时间的所行做一项真大的歹行为。嗯，好，继续后一段吼。诶，嗯，第三，第三，咱袂晓，袂晓时间贵重，时间贵重的证据，就贵是重咱的贵证，重啊，爱变调吼，贵重啊，不是，是第7条哈，诶，贵重的证据，就是咱要找人
无看时阵，搁在咱去，等一下，咱去找人，毋知是咧找人办事，还是佚佗，不知无明白。大概毋免5分钟就参详会清楚诶代志，也的确着花到1点钟啊2点钟会久，起头拢是讲遐个无搭霎诶话，无搭霎诶话，来早者我嘛捌，好，嘿啊我，捌听人咧讲啦，我哦，嘿。无搭煞。捌听过，嘿啊，我嘛毋捌听过，会使伊诶，约会着意思，我毋过就毋是敢若捌捌听过，听人讲嘿，，无搭无煞安尼，可能是安尼无搭哦，煞嘿，了解，无，无查着诶，搭煞。第二点无，来看觅，无搭，搭煞嗯，有啦吼，搭煞搭敢若煞搭煞嘿，好，效果会满足感，哦，干略搭食煞，薰了无嗯搭煞吼，好食嗯，是好食，做食代志好啦，无搭煞，尔无搭煞，做代志无搭煞。啊，毋过哦，第二点即个无搭煞诶解说，我毋是，效果嘿啊，哦，无效果诶意思哟，嘿，嗯，互大安尼迄就了解啊，好，嘿，效果。我咧看迄哦，嗯，干略，也是即个意思。好食是好食，食一撮啊尔，无嗯无搭煞，嗯无满嗯，足啊，吼，这是无满足哦，的意思，嘿，了解。嘿，伊找台语内底迄个伊互无答有迄个台英 Marino 台英词典，伊诶无答煞诶无答煞诶解说是无够诶意思，not 哦， enough。对，就嗯，是拄啊则讲，对对对，拄则迄个无日语诶解无满足，说嘛是，嘿，对对对，哦，原来是安尼。嘿，嗯无搭煞，无满足，嗯无够，无满足，哦，嗯，对，好，来继续。嗯。好，继续说讲，等来，也拄则迄个无搭煞伫倒位，歹势，诶，第二无搭煞啊，好，项，嘿，遐个但无搭煞诶话但是之无前讲搭煞应该就无搭煞，是无要无紧点，敢是即个意思。是，但那是我看嘛，嘿嘿就伊遮人伊解说要用伫遮效果，就是无效果嘛，薰食了嘿，无搭煞，无效果，无效果诶无话啊，重要诶意思吼。对对对，好好好好，遐个无搭煞诶话，那像将前咧写批。哦，是了。那写批的款，头头就先写遐个话，规个图的，诶，规个图的写到规大片，正经的代志到伫尾溜啊，伫尾溜才写几字啊，就了局了局啊了局。了局，结局好了局。即款减毋是着费时间，非常的大损失嘛。嗯，好，头前迄个遐个规个图的
是什么意思？灰就先的土的，写遐嘿，个灰的土的土，敢是就是涂骹迄个土啊，土灰，嘿，土，所以灰的土因为的，土我咧摇灰，就是讲嘿，土我是摇讲，就是当然就是涂骹迄个土啦吼。嘿，啊，土灰咧，啊灰是土甲灰就是嘿，灰是瓷哦，瓷器迄个，粘土啦，我意哦就是安尼，我咧摇啦。了解，但是即只我第一道听人咧讲啊，灰的土头啊的，先写遐灰的土的，嘿，哦，看有人安尼看查着诶，灰的好，土的，灰的土的，灰就敢若嗯，解说就是灰尔，就是即个系啊，灰灰啊，的土的，烧灰食去。嗯，无，嗯，哦，烧灰食去，我咧想应该是烧灰食去是啥物？就是家己咧做灰仔诶人，嘿，伊咧用诶迄碗盘啥拢有气喙。哦，烧灰食气，就是家己咧烧灰啊，食气喙诶碗安尼。好，灰的，即句啥意思？嗯，你知无？嘿，毋知，啊，就是食欠啦，就是比如嗯，讲，你嘿，本身就咧卖车，你本嘿，身就咧卖车，拢卖奔嘿，驰、BMW，但是你家己驶这嘿，安尼。哦，原嘿，来是安尼，好，嘿，烧灰食气，我就即嗯嘛看者安尼学起来。嗯，了解，但是好，灰就是即个字尔，无别字。嘿啊，无白哩，嘿，我嘛想无为虾米嗯，讲写来一个灰咧看迄个，涂诶，嘿啊，灰的土的，嘿，我看觅吼，有诶无诶啦，无嘿啊，有诶，要无紧诶嘿啊，我知代志就影是，对啦。嘿，嘿啊，有诶无诶代志，嘿，好，我看觅，保修时间，迄个土的，哦，好，哈，等一下意识了，这段你嘿，敢买来一遍？好来我读吼。第三，咱袂晓时间贵重诶证据，就嗯是咱要找人无看时阵，搁嗯再咱去找人，毋知是要找人，找人办事，还是佚佗，不嗯知无明白。大概毋免5分钟就参详会清楚诶代志，也的确着拖到1点钟啊2点钟会久，嗯起头拢是讲遐个无踏实诶话，若亲像上前伫写批诶款，头嗯头头着先写遐个废诶图诶，写到规大片。正经诶代志，到伫尾溜才写几字啊，嗯就了局。即款兼毋是着费时间，非常诶大损失嘛。好，继续吼，后一段。对，好，腰骨有较嗨诶，咱毋知是因为较闲较无代志，啊毋是咱诶人真爱合先讲拍谈，这是什么意思？合先讲拍谈是什么？合先讲拍谈，合好，敢毋是爱合变调先合先，合先，合先，合先讲拍谈。嗯，OK，我嘛捌听过，但嘿是我啊，对合好，先讲拍谈。嗯。
来再看觅，讲拍谈。哦，伊讲先合声是讲笑亏，嗯，买卖先买卖是啥物啥物，毋知影迄个意思是啥，是啥物事？可能是日语的翻。打拍合合声合声吼，合声。就你之前敢有听过即个词？我毋是拢毋捌听过。我嘛毋捌听过咧，合声。迄个词是打合，是就是日记来讲是参详的意思。打合，买卖时的打合，好。迄个合声讲拍谈，就是又是啥物咧？来看觅。合声讲拍谈嘛，拍谈合声讲拍啦。拍谈是笑亏的意思。迄叫是乌，就是乌白讲。要怎讲？就是因为拍即个有迄种，拍就是乌白讲话哦，毋是拍就是空心叫做拍。哦，是安尼哦，好。嗯，空心叫做拍，好，了解。我无拍谈哦。有啊，你拄则是拍我是用车号找的，车号加迄个单就找着啊。伊讲是无稽之谈。拍谈，拍是第三条。对啊，我咧写无毋对啊，拍谈对啊。是 PH。PH PHA 啊，对。好。嘛是无，为什么PHAN ？PHANN 谈对啊对。拍我是安尼，伊是安尼想写的无毋对啊。我看觅吼，拍谈第五条，拍 PHAA 第三条。A 啊，为什么两个 A？毋是我讲毋对，一个 ANN， 系啊 PHANN 第三条，谈第五条。安尼无？为用车号试看觅。拍拍茶拍茶就是我拄则讲空心嘛吼，拍心嘛，心拍我拄则讲拍的已经是空的空嘿，对，所以你所看的即拢伊即个意思，拍茶拍苍拍切。拍手就无共意思啦，就是嘛是有迄个意思，就是讲你手若敢若你开心足大班的嘛吼，拍手。是拍琴呀，拍琴就无高嘛，拍琴内底空嘛。是。所以琴高较少的即个叫做拍琴，无够好。拍琴无高啦。是。拍少啊，即个对。所以拍话，哇，足侪词是拍开头的。即我就毋知啦吼，拍珠叫做歹的亲珠，你嘛毋知啦吼，拍枪可能是。嘛是因为空心的关系吼。对，拍子讲少年。对，是。囡仔要早死的囡仔啦，拍子。拍子是拍蛤蟆拍蛤蟆。蛤蟆，迄个蛤蟆是伊讲是拍含着是啥物哈？像一款蝶药，所以讲即个是一个蝶顺药。毋是。蝶就是一般蝶啊，拍含就是讲即个蝶啊，空心当然蝶啊嘛是拍。蝶啊，敢毋就是？嘿啊，本地就是空心啊。所以无所以讲有蝶讲啊。就是你讲蝶啊是拍蛤蟆。拍蛤，是。拍含蝶就是即种，就是蝶。对，会使做啥物蝶公仔厝迄款的吼。嘿，
拍竿，伊讲叫做碰竿，我感觉这是我看嘛，系啊，拍竿应该是真正你讲碰竿。OK，我是毋捌听人安尼讲。碰竿我知啦，拍诶，竿我是毋捌较罕听人安尼讲吼。嗯拍傾、山傾、拍傾、山傾，这啥物件？唔知，傾我是知影是彩虹，但是伫即哦只应该毋是即个意思。哦，天山傾，天好，诶，拍傾是伫倒？伫遮，嘿，这毋就是啥物食物啦？我山天捌嘿，学过吼。好，对啦，少几个是几种做？哦，拍山天，敢若拍是一种壳壳，食物，嘿对啦，这是嘿小食物啦，这咱毋知这无效。嘿啊，嘿，拍壳壳吼，茶甲石嗯顶顶足拍的，足拍就嗯，是茶甲石头足拍的意思就是啥？就是伊内底空空哟，迄茶嘿足轻的，嘿石头足嘿，轻的。足轻好，无对啦，当然咱意思就是讲伊的嘿，质地较无遐个杂那白。你当所以就较无遐杂白，但是伊无一定是空心，伊是讲伊意思是讲足拍，是讲足轻的啦。轻啊，嘿，了解，嘿，好好，哦，当然是毋是空心歹讲的吼，但是啊你是，一颗啊毋过知影，茶箍石头摕起来，你就知影足嘿，拍的，就是意哦思足了解，轻的嘛吼。嘿是轻，这拍轻拄则讲过吼，嘿拍鼓嗯，无根据的古早故事叫做拍鼓，拍鼓是，嘿。讲拍鼓，拍鼓啊，所以拄则你有发觉咯，即个拍字除了空心以外，嘿有虚的迄个意思，嘿是，嘿，虚吼。啊，所以拍嗯，手就是手拢内底拢无钱啊，钱拢开大去嘛，黑白开嘛。嘿是，啊，拍鼓就是无根据嘛，就是虚构的故事吼。嘿是，诶，嗯拍骨痟这物件我毋知吼。嗯拍人啊，拍人吼，还是拍人？猪仔拍烂，饲拍人，我毋知啥物意思。发人发育良好的款式叫做拍人我今日在哦，晓得，我毋捌听人咧讲拍人嘿是，拍老婆，这毋是迄个嘛？这是黄玉来的，嘿啊嘿啊，惊无？是啊嘿啊嘿啊，啊无怪伊讲是喜，就是讲生笑迄款的，吼，对，嘿拍落拍壳壳相关意思吼。拍卵拍卵，无形的卵，无形的卵就是啥物意思？你知无？无形的无够，卵就是嘿，有形甲无形啥物意思？差伫对，有形就是啊，受精有卵，有受精对，就是嘿，嘿啊，即摆人一般食是无，应该拢是拍卵，吼，拍卵，嘿啊，即摆应该是迄个有形的，应该是真侪人毋敢食，安尼啊，嘿啊，因为有形就内底就有迄看不出来，个哦，敢看得出来，对，嘛是啦。啊，我毋知影，啊嘛是，若是有形，就会想着家己食着迄个细只的，是啊，嘿，毋敢鸡仔囝。 ，OK，嘿啊，好，你敢有食？敢食会出？当然是食袂出啦，我毋知影啥物，哦，看是较早阮母啊吼，因拢会拣卵，拣卵就是讲，当然迄卵是家己生的啦吼，家己鸡仔鸭生的，啊伊会拣卵嘛，拣看是有形啊无形嘛。无形的当然摕来煮啊，有形的就留个补个，家己个摊鸡仔囝，生鸡仔囝。哦，是，系啊系啊，是过，所以较早较合身，嘿，我最近也就定看因摕迄卵摕一个迄电珠啊，摕一拍电好啦，踮咩哦，电珠踮咩？哦，去迄个看迄个卵吼，对，卵摕起黄天啊，吼，迄电脑照看迄卵我最近也是拢毋知你怎问讲你看啥？看有形安尼吼。嘿嘿嘿，嘿，拍话吼，也是后一个拍话吼，都主要讲戏嘛吼，戏言就是无真拍话就毋是，就是谎话对啦。嘿是，有定的毋讲拍话，就是老实话毋讲，那黑白讲啊是吼。啊，迄个定的定，有为什么定的定就是老实话？定就是
拍是虚嘛，啊定是嗯拄则我毋是讲，拄则有讲着迄个石头嗯，茶，那拍就是嘿轻嘛。啊，若石头甲茶足定诶，当然足定诶，意思是讲迄拍着较质地较无遐尼定哦。哦，你会感觉好，伊敢了解，是弄破去安尼迄种感觉呢？哦，嘿好，了解，啊，伊就是对应诶词啦，和拍对应诶，当然指迄个石头，就某一寡物件诶材质，就是讲定诶，就是和即个拍对应安尼吼。好，了解，啊，所以即只听讲有定诶，毋讲拍话，讲即寡想讲诶话吼。好啊，拍，是啥物意思？拍片，惊甲其他诶物件比较，叫做拍片。即只拍，我感觉拍是惊的意思，对，这是另外意思吼。拍死这另外意思吼。嗯拍堆大箍中央空诶大物件，叫大箍堆，拍，大箍诶拍堆。歹势是拍堆，是拍铺，拍铺，拍拍铺，铺，拍铺，拍拍铺。嗯捌听过拍铺，大嗯箍诶拍铺哦。嗯拍死，嗯空空无物件，落地啊拍死，无半仙钱。拍死啊，拍线哦，歹势我都伊遮的汉字敢是写毋着去，拍线，拍线，嘿啊，线拍线敢是，可能是写毋着汉字，嘿啊，毋知我嘛毋知看。嘿啊，这拍线，伊真正是即个线字啊，拍线哦，哦。对呢，拍线空空无物件，鸦片粉顶顶无成分无去，或者是即个讲笑诶讲死去吼，险拍死，是，拍死诶粉屎。OK，我嘛毋捌听过啦吼，今日才听。嘿啊，拍线啊，拍线，歹势我都讲着，险拍线诶粉屎，落地啊拍线，落地啊拍线我就知啦，就是意思就无半仙钱嘛。是，拍小，收袂转来小哦，即个袂歹，拍笑，嘿啊，坏账啦吼。嘿啊，是，华语叫做坏账吼，拍小，拍笑，嘿，酒迄个楼拍小开，特别，嘿啊，安尼就会开本，敢是安尼讲，就对啊无。华语讲亏本，了就是钱了钱，袂讲了钱嘿，就亏本了钱嘿是拍小吼。拍笑嘿，拍心，拍心相嗯款嘛吼，拍心就是空心嘛吼。是拍塑香我就毋知吼，第道听。拍蛋，拍拍打，拍蛋，伊讲是一种食物吼。拍头一种拍鱼吼，头是，我毋听过拍头仔鱼吼，拍头。啊，看几部无咱即嘛讲的即个，咱即只用着即个词去拍到这个字，蛋嘿，拍蛋。因为我拄则是用青蒿甲蛋去就找着啊，就毋知影为虾米用拍嘿啊，就用拍蛋。用拍无嘿啊，用拍，毋知影为用拍无用蛋有，我嘛毋知影这是虾米虾米关。即个逻辑有问题哈。嘿啊，拍蛋就是虚言嘛，相嘿啊，款。甲迄个拍话是共款意思。对啊，讲拍话哈，拍蛋伫对。会伫遐，嘿，遐，已经嘿，嘿，讲拍蛋嘛吼，讲拍蛋，嘿，讲拍蛋，对吧？嘿，合适讲拍蛋，嘿，嘿嘿，合先讲拍蛋吼。对，合先就已经是迄个意思啊，对啦。嘿啊，讲笑亏啦，讲笑亏话，合先，伫遮咧啊，嘿，合先，好，继续吼。好，继续看卖好。咱的人真爱合声讲拍谈，拢是讲遐个13
13天外的因为啊，了解13天外的因为啊，等下13天外的因为，嘿，吼，呵呵，对这款来了的时，是对这款来了的时刻，哦，应该读本了的时是刻，无当通去算。这款是甲什么？食饱简单倒咧过日一样，这是有我，那无我。老实是死死食了世间，死死食了世间的洋米，嗯，洋米是了盐甲米解了解，食了盐甲米好，食了世间的洋米，有一号会歹习俗，习俗，习惯习俗，惯惯风俗啦，习俗，风风俗俗哦，嘿风俗较有听过，好习俗，歹习俗，怎样社会会进步？大家就爱什么落水哦，了解，就爱落水，是看见看见的代志，落看现水应该现啦，即嘛人讲看现现，看见就是真明白的意思吼，嘿，真清楚。我是毋捌听人安尼讲啦，毋过嘿啊，应该知啊，大概知是影意思，这个意思，好，嘿，了解是看见的代志。有时做伙合声，毋是合声，有时做伙合声讲笑，笑毋是拢毋好，笑也是一层笑困，拢但是笑困养生的法度，了解，总是着爱有时阵才好，的确是袂用着合声做过日，了解意思。看见见吼，但是看这有见见修，就是我着讲看现是现吼，好了解，嗯看见见看现现，嗯，我来记一个，好，哦，好，好，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好，抑佫有较害诶。咱毋知是因为较闲、较无代志诶，毋是咱诶人真爱合声讲拍谈，拢是讲遐诶13天外诶用话，对即款来了诶时刻，无当通去算。即款是甲食饱简单倒咧困。过日一样，这是有活若无活，老实是时时食了世间的盐米，有有有即号会歹习俗，怎样社会会进步？大家着爱落水，是看见见的代志。有时做伙合声讲笑，却毋是拢毋好。却也是一站休困，养养神的法度，总是着爱有时阵才好，的确是袂用得合身做过日。哦，拄则我才发现，我拄则读时阵，迄个养心含着去啊，我想讲他做养心。哦，用身体，我想讲用身体，毋过拄则看迄个，伊毋是第一条，应该是第5条吼。第五条用养神，心嘿，了解，用精神迄个意思吼。嘿，精了解，休困养用精神心，嘛，嘿，了解。好，继续好。后一嘿，段好，大家现实的人是看时刻比金较贵气，较定重，所以不论什么时阵的时间，
一点仔久都拢毋敢算，毋敢无定着。OK，即段短短你感觉来读一遍？大家现时的人是看戏剧比黄金较贵气、较郑重，所以不论什么时阵的时间，一点仔久就拢毋敢拍算，毋敢无定着。好，继续吼。剩几分钟呢？系啊，剩几分钟，咱嘛剩2段尔。系啊系啊，好啦，读好了啦读出规气，系啊，规气了好。好，继续后一段。即项咱上第一项知影啊，毋是对，即项咱上第一项知影。你看火车咧行的时刻是拢有着，搁较大粒的人，伊都着存在好势。准则来好势吼。存在好势啊！对了，第二声好，存在好势。来遮坐，来好势来，遮坐有车，来遮坐有车。诶，家己搭裤是一个词吼，是家己搭裤用。来查一个好啊，搭裤系啊，你敢有听过即个词？搭裤无共款，但是毋知咧，查好了。好，裤，就是裤。裤搭裤嘿，讲可能就是即个不在乎吼。我看好，裤了解，搭裤高一字，有咧注意啦，无咧注意，好了解。诶，你也真酷，好，什么？就是伊个裤迄个例句内底啊，伊有迄个你真酷嘿，真你也真酷，酷。系啊，人客来也毋晓捧茶请人。若是两个字咧，酷就是好，咱若是地。所以即个裤就是要安怎讲呢？粗枝大叶啦。了解我感觉是安尼意思。嘿，好，就是真无斟酌啦。无真足，粗心大意安尼。好，因为这日文解说咱毋知嘛，学东加去加即个大摩利亚里纳基，学东加去，加一个好。摩东，哎呀，看嘛，摩东加。记。
东加克，摩东加。诶，我是头一字是放对个发现嘛？摩木东加库，木东加库，不是吼，木东加库哦。木东加库，indifferent, unconcerned，有啊吼。安尼讲不，系啊，对，我拄则讲的嘛系，unminded, 啊，是， careless，应该是这个意思哦。对，木对呢，东加库啦，所以我感觉伊翻了无好啦，这毋是系啊，嘿。是，所以这就是这就是迄个扣的地迄个，扣，嘿，地扣。哦，我捌听人安尼讲啊，地扣。哦，地扣，嘿哦，好，了解，地扣，好，咁来继续，嘿好，地扣家己地扣用10000元要叫火车，等候1分钟，这是锻炼唔免想，就是火船也是安尼。我一摆在什么淮滨的港花，淮滨有可喊嘛？有个蛤蟆，对，系啊，了解，淮滨的港花，捌看见一只2、3万吨的大火船，是对美国来的，是自几若月日前就定着迄日下晡4点钟要到华壁华壁的华壁，什么意思？了解。华壁咁就是华边，我看迄个华壁，到华壁，就到岸尔吼。到岸遐到华就是握安尼啦，就是。系啊，会使想到迄个意思，嘿，华壁，无华壁即个。无斗阵的事安尼，看卖但是壁咧，画壁，你较无到画壁。可能我都出因为这个系啊，因为壁就是壁，迄个壁，嘿。毋过系啊，看着画就知。好，到画壁的，我拄要去接一个对美国转来的朋友，徛伫船要划的所在等候。哎呀，真惊人！迄只亲像山遐大的大火船，果然是4点到位我看差1分1秒都无啦。好，了解。好，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好，这项咱上第一通知，这项咱上第一通知影，你看，火车伫行的时刻是拢有定着，搁较大粒的人，伊就船
杂好势，来遮济有车，家己顶库，用10000银要叫火车等候伊1分钟，这是断言毋免想。就是火船也是安尼，我一摆在海滨的港湾，海滨的港湾，捌看见一只2、3万吨的大火船，是对美国来的，是对美国来的，是自几若月日前就定着迄日下晡4点钟要到岸壁的。我拄要去接一个对美国转来的朋友，徛伫船要瓦岸的所在等候。哎呀，真惊人！迄只亲像山遐大的大火船，果然是4点到位瓦岸，差1分1秒就无啦。好，继续吼。伊即只用迄嗯个船的迄个单位讲啥物吨吼，即嘿，嘛人是较，即嘛人大部分拢用迄个吨啦，都是用翻译哈，吨什么动吨盾？碳，原来是安尼哦。嘿，台语即我嘛毋知影，我嘛毋知即摆的用法是啥物。为啥物吨就是吨真 straightforward。为英语也是日语来的吼。我毋知是英语啊日语来，就是吨，用哦， TON 吨。tons，是安尼哦。嘿，所以台语拢哦，我毋捌听人讲吨啊，拢讲几是哦。吨几吨，嘿。敢有可能是两个音拢有来查看觅迄个吨？即翻译词嘛，所以看你要安怎翻。对，对外来华语语。来，就是哦，用繁化啊，但是直接对英语来就是动嘛。懂嘿，嘛是吼。譬如讲较早做兵的时阵，阮迄个嘿，卡车拖拉迄种嘿，拖拉骨大卡车吼，叫2嘿，吨半，大家拢讲2吨半，两2吨栋半。半，原来是安尼伊吼。 2吨啊，毋半的卡过看车，嘿啊，对，所以两栋拢袂讲吨啊，拢讲吨。吨。若是日语的，你敢知影日语的？毋知呢，离个来我查看觅，应该嘛是发现。吨啦，我系啊，哩因为看书典较早的音的较是吨，才有看代理典、监理典拢是吨的音，啊，毋过是较现代才有吨即个音，所以讲我就好闲讲，若是倒一个受日语的影响。要安怎查呢？我即满嘛想无要安怎查。用这，直接用这。我是直接用迄个 Google Translate， 所以你 Google Translate 有较简单。也无，我有啦，我要你这看抄出，到啦。你已经看到吼。无你看，是同 metric ton，对，伊嘛是桶，用所以讲即日语个嘛是汉字，或者是即个汉字，伊嘛是读做动啊。桶。所以讲是较古早电脑无受即个日语的影响。我认为我认为伊无可能无受日语影响啦吼，是甲即个读做顿字，或者是讲伊用汉字用迄个汉字的。那个华语的读法啦。好。嘿，因为古早台日嘛有收迄个单即个音，单什么意思？单 TAN， 单就是吨啊。我用迄个用汉字去找即个汉字有啥物音找着诶。我听伊无。找台语，啊？就是用吨用汉字去找台语，找即个汉字有啥物音，就有看到监理典、代理典甲现代迄个台华书典，甲即个音字为是啥物音？我拄则是记得，这。你讲用即个汉字去找哟？系啊，若是用英语找，伫台英书典就敢若收吨即个音尔。
顿，嘿， OK。就出这个音名的，安怎来我毋知啦，嘿啊，我毋知，我较知讲大家拢读动较嘿侪，嘿，哦，了解，动较有力气的音的感觉，嘿，嘿，可能是啦，嘿啊，嘿，嘿啊，我理由嘛是啦，嘿嘿，是，好，咱继续，好，继续后一段吼，嘿，总共，我看卖，总共近来的人无守时刻是袂通做啥物？各歌厅也有，歌厅也有定着时间，定着时间。嘿，等者，即个敢若变调，迄是大本调，定定着着时，时间，定定着着时间较好啦，好，因为甲对对，做这段词连你啊，做伙嘿，是也有定着时间，银行也有定着时间，病院也有定着，学校也有定着，做戏嘛是有定着，搁在人是无几年通活，是无几时通做工，所以会通定着的时刻，若毋是准则定着有好势。当即号时势啊，当即应该变调，当即号时势，若耽误家己，别人也会受咱真大的耽误。是，好，了解。这段你好，感觉来读一遍，好，真来，清楚的一段。嘿，嗯总讲近来的人无守时刻是袂通做啥物，歌厅也有定着时间，银行也有定着时间，病院也有定着，学校也有定着，做戏嘛是有定着。搁再，人是无几年通活，是无几时通做工，所以会通定着的时刻，若毋是准则定着，若毋是准则定着有好势，当当即号时势嘛，若耽误家己，别人也会受咱真大的耽误。嗯，好，嗯，继续好。嘿，哎呀，正兄弟姊妹，咱台湾的今仔日各方面的警方实在比人发达，是真大袂看得。这大部分是咱袂晓用时刻所致的。时刻是黄金，要久是比黄金有搁较贵气。咱就知影通保惜熬用、熬保惜时刻的人，通讲就是好家人。结束啊，好，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好，哎呀，正兄弟姊妹，咱台湾的今仔日，各方面的警方实在比人发达，是真大袂看得。这大部分是咱袂晓贵重时刻所致的。时刻是黄金，要阁是比黄金有搁较贵气。咱着知影通保惜，熬保惜时刻的人，通讲就是好家人。哦，伊也无写一个结尾，什么拢无，直接。系啊，无就直接结束啊。好，有可能安尼咱先挂时间，基本读煞基本吼。就读煞。大前14年啦吼，大前14年吼，安尼看大前14年较好记哦，我大定记袂即本书到底当时，因为大前总共15年尔。哦，是，就是大所以前讲叫尾啊第二，嘿，啊，伊含即个中华民国即个过年更算拄共一年嘛，就是民国14哦年。是哦，好，原来是安尼，是好，就是大正天皇登基的时阵，拄好中华民国。
多第三是安尼。原来是安尼，呵啊，呵，大正天皇你敢知影即个？大正天皇其实是小可嘿，有问题就对啦。有问题对吼，精神状况有小可有问题。是哦，嘿，这我毋知，嘿，我拢毋伊敢捌若15年就过身啊，的，足少年原来是安尼，嘿，是，所以呃，讲毋若是精神，伊诶身体嘛是淡薄仔有问题安尼，嘿嘿，较好就是了解，嘿较，所以伊为虾米嘿，大概知影？因为我袂记嘿，一个什么会，就是有一道，毋知伫什么一个什么会议啊，啥公开的会嘿，议啊，就做一寡足奇怪的代志。哦，嘿，呵呵，好，嗯，邮费金4钱，定价金60钱，发生数台南市港町一定无19番地印刷所哦，台南新楼主办，新楼主办就是嘿，长老教会因会主办啦吼。即嘛佫伫哦，诶，即嘛呵呵，佫做啥物？即嘛有一个名，佫咧啥袂记诶，定定伫咧 Facebook 看到即个主办，因为有时啊搭一寡古相片。是哦，嘿，敢是活水来，迄个毋是迄个伫面体迄个，活水来是另外一个人家己诶，哦，伊是一啊个叫啥物？我来想直接查看觅。敢是剧真，对对对毋是，对对，有着丁对，剧真吼，嘿，那就我剧真是迄个新老鼠帮传落对对对，来吼，是是原来是，嘿，我伊就是毋知呢，是，剧真嘿，定定咧看着，毋过伊就是以前我拢毋知，甲你毋知迄个新吼？老鼠帮有关系。伊应该就是共，即嘛是佫有新老厨房啊，但是伊敢若是嘿，厨顶是含伊有关有系。丁原来是安尼，呵哦，呵，我无知原来对，是即个。真正是咧，伊叫剧真堂。原来嘿，是安尼，系啊，即嘿嘿，摆听讲，今仔日听你讲，我才知影即当然是因项代志。毋为我是知过影新进前老厨房，嘿，系啊，所以因为进前我敢若知影剧真就定定咧买台湾相关的历史册，也嘿，是物件，遐。我即摆才知影，原来伊甲新老厨房有关系，伊的历史遮尔久。嘿，所以也有可能因为安尼有足侪嘿，较早以前的留落来资料哈，是吧？哦，我印刷品啥有诶无，因都有啊吼。嘿。嘿，我看，我敢若去敢是我有看去，好了解。但是我看即个，敢是我有去过的所在，讲新看老袂出来，厨房啊，因为迄个剧真，因为我伫几年足久年前有去台南佚佗，甲嘿，朋友去佚佗，就有去迄个剧真踅咧。毋过嘿。看起来，我去咧迄个所在，有可能有你可能有别的无共的所在。无无共的共的问所在，题，有可能。啊，对，我无介无共，清楚，因为我嘛捌去过一遍啊，但是我袂记我是去去倒一个门倒位。市吼，嘿，是，我去遐买，我敢若是去，无我是伫台北的嘿，新老哦，厨房，伊伫台台北嘛北嘛开，有吼，嘿，我会记得伊就叫做新老厨房，哦，嘿，好，这是台了解，南，这只嘛是做台南名，伊无台北的市，台北市叫做啥物啊？好，我即嘛一时仔袂记。我知着诶，嗯，我袂记咧台北市叫啥，因为我走去买哦，圣经诶款。嘿，好，好，尼转来遮，好，因为即遮足侪 information 嘿，哦。嘿啊，新老厨房为虾米叫新老厨房？你可能毋知嗯，哦，因为因较早嘿，即个南部即嗯，个长老教会伫传教诶时阵，因都有开一个医生馆嘛吼。嗯，我无啥知影伫倒位啦吼，就是伫台南市即个附近内底嗯，吼。嗯，所在因伫遐，应该敢若是叫做啥物我袂记迄个所在吼。因嗯，着后来迄个病院就是
另外起一栋新的大楼，叫做新楼。哦，好好好，啊，所以迄个原来院叫做是安尼，新楼病院。医疗病院，啊，所以就是好比如讲，因这个迄个厨房叫新楼病厨房安尼。哦，嘿，好，原来是安尼，迄个教会应该是伫即只，伫即嗯，个啥物所在，我一时啊袂记咧啥物所在吼。看觅，我捌去甲行过，看下叫即教会好广播社。哦，看起来迄个袂歹呢，经济袂歹，嘿，我袂记得是毋是即间啊，我袂记伊迄间教会，这是台南神学院哦。袂记得教堂是倒一间啊。无就是可能毋是即只哦，好 ，OK，咱倒来遮吼。我这印刷车这间印刷厂伊都无啥 AP 内鲁是毋知什么意思？台南市德远店李廷木，这间是印刷所的款。著作兼发行者蔡培哦，拄则。是，台南市港町一定无，这间伊的地址。哦，是，已经14年，9月14日。9月14日发行，9月11号印刷。OK， 好，OK，好，咱即本正式读煞啦，吼。嘿，是，真好。